欢迎收看《香港太上股》，有法大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土司中阿中股，今下来到香港人大最顾虑，今日要老大家讲乜嘢咧？就係講婚前同居，當然做得假書婚前同居，咩當然做唔得假書吼。其實到西方國家，咧婚前嘅同居當普遍係一種吃婚嘅感覺。到台灣咧，咧竟然咩千當然做得假書，故作正面來看待同居呢件事情了。今日你就將50後生人老大家向下來分享，向下來討論，到底同居係好，也係唔好。假使佢自家係熱愛，用版來看待漢白生人嚟相愛同居呢件事情咧，將來歡迎。好，首先啦，大家小嘅係質疑。大家好，我感覺我係親適合同居嘅質疑。等下來看一下做乜嘅適合，用版來適合嗬。聽一下老大家小嘅係李家。大家好，我係知道結婚之前聽說愛同居嘅家家李家。結婚之前聽說愛同居，你係西方人嗬。等下來看做用版來同居嗬。第三個老大家小嘅係白鉗。大家好，我係當愛大強下黏 T T 嘅白鉗。黏 T T，我冇讓大強下。好，第四個老大家小嘅就係慧卿。大家好，我係相親廚師做的大強下嘅慧卿呢。等一下就來討論用版相清楚嗬。聽下最尾老大家小嘅係小鳳。大家好，我係知道公婆從頭打咗從米火，唔火咩無奈何嘅小鳳。公婆從頭打就係從米火。等下來講，假使公婆真見人家按用版來處理嗬，假如講到嗬，你下見來見當然做得接觸婚前嘅同居，係一種吃婚嘅感覺。你下將門後生人知道自家適合同居冇？自己先來講開。我感覺我非常適合同居。用版來講因為嗱，喺真正同居嘅時點都係唔容易嚴格。像我老男朋友出去旅行嘅時間，就相處會以後，我咪親喜歡2-3年黏出去強下嘅感覺，故所我非常適合。就老白強強用。我唔係老機，2-3年強下，唔係老機。2-3強下，等下黏定強下最機。故所你就知道自家係懂好呢種黏強下嘅感覺，所以你認為自己係適合嘅同居。不過，就係先嘅聽聽，等下過來看到底用嘅用版來做同居呢件事情。好，給小鳳你知道咯？係啊，適合冇？我知道我係非常嘅唔合，非常唔合。唔講我係結婚嘅。結婚咩做嚟同居啊？唔係啦，因為我係咩好，我係時常當廿歲，當廿歲你一天晚用版點啊？一天晚肚子搖就要吃宵夜啊！食飽以後我係知道2-3點睡安尼較拄好。古時我係廿歲會炒到人啊，講係衰冇嘅習慣又懂唔好。乜嘅習慣？我衰冇懂好下詩，寫大字型的那一種。係啊，古時就會影響到人，我都唔適合同居呢，我知道。竟然一直簡單就會缺點嘅，冇優點嘅。有啦，我係有優點啦，剛剛冇講到。我優點我生落較固態啊，係古時愛變數啊，吼，嘅天花板啊，吼，冇就要揾天火球啊，係嘛，唔是情騙人，你唔是打天花又要事前又要很公認，我就係。好。假使觀眾朋友，也不卡有地方將來變做，假使天蓬無歐洲，嘛個天內歐洲，強大天發來請孟小鳳，還是天鴨子啊！哦，謝謝。是孟小鳳啊，居家管理公司嘅幫助哈。你下問李家，你知道自家適合嘅同居嗎？我咪知道我係非常嘅適合同居，因為我知我啲我冇成塊能力，韓國2-3年做得我係當做得保養對方嘅人啦。故所你就知道。假使人家你咪會保養對方。係，因為像結婚之前啊，我聽說我哋先同居一下，像喺吃飯前看一下對方嘅習慣，食飯嘅習慣啊，韓國係講對方啊，2-3年強下嚴格嘅時間，我用嚟來處理，我先考慮清楚，我知道按用啲結婚之前同居啊係當重要嘅。係啦，唔單止喺結婚之前，假使你交往到一天嘅階段嘅時間，來同居做地爭做地啲，2-3年係唔係真嘅愛上喺交往？因為按用就第一個係個冇適合嘅時間，就做得夾先拜拜，走來掉咯。唔可以打送嚟搶出。係啦。係咪？嘅回傾自家要遲到，自家要寫拍啲通知嗎？我遲到我冇乜嘅適合，因
为用办公诶，我是同爱动为照顾因，喊动到事情。董事会咁讲啊？唔係，我講哦，動到事情是為眼皮來做，他眼皮來做，俾他是知道該係應該事情。他硬講唔做，俾他是會知道，咁唔應該事情嘅，你有冇做？係呢，變咗會按你笨蛋唔係硬嘅事情，唔過硬即個攞眼皮來做，看唔落去即個眼皮來做過後，配上就是給硬嘅事情，故事我哋嘅故事老你講，做唔得做仙杜瑞拉，錯，騙你就會永遠，然後你轉做仙杜瑞拉嘅感覺吼，嘅白客唔知道自家有適合做嘅統計嗎？其實吼，我動校大強下，唔過吼，該回慶講吼，該佢唔適合強下大嘅眼睛係佢嘅優點，我唔適合強下大嘅眼睛係我嘅缺點，係因為我對特別嘅事情會有我很奇怪嘅繞口，還有習慣。像係我對假使武俠地圖嘅東西啊，我用東西為咗我嘅見識，像係大小會按照大小大中小，還有吼，因為我做跳舞嘅時間，我會轉型嘛，所以吼，平時做唔得出上鏡。不過吼，假使我會寫信啊，還係我看電視啊，我會讓上映哦開到最大，平時做唔得講我吼哦。你小聲一點，咁樣做唔得。你鬧哦，懂得你鬧，係啊，你強白真係冇。咁講我動校強下大呢？很才哥嘅。你一聲音正經有問題，即刻要強白真，然後唔適合強下大，強嘅病因讓你強下大。你是不是想要有奴隸的感覺？還不錯，總得啦吼，家門到大家有吃到自家食下來強下大，無兩門大家。咁有真經有啲安尼強下大同期嘅經驗有冇？你講？我應該上係冇乜同期嘅經驗嘛，不過我設計咩係講有男朋友咩想要有同期嘅經驗，想要有啦，因為我知道係真經同期就係國家了嘅兩三個生活習慣，韓國會做得看得到對方真實嘅一面冇，有咩地雷冇，有咩生活習慣要強下來包容冇，故所話我就知道同期啊係件算係同好嘅事情啊，啲喺社會當中係當重要嘅，因為頭擺像我爸爸媽媽嘅時代啊，可能就冇按樣嘅想法，故所可能了解以後佢就對已經講4年咧，係就知道係講按樣跳慢嘅時間咩唔係件好事情啦。係啊，凡事都做，做都凡事同咧，算唔啲嘅，係啊，雖然都叫人做唔做得講，雖然叫啊加個利片，加個利兩片，做唔得嘛。故所你話嘅算是一種，也算是一種吃飯嘅感覺，其實咩默默嘅吼，嘅資源咯。我感覺我唔知我算唔算有同期過，因為以前我做嘅腦杯漂舞嘅嗰時節，對方有來我嘅舞卡帶過啦。唔過我感覺加下你家前面有講到嘅吃飯呢一件事情吼，所以我感覺同期就一定要結婚呢一件事情必須要係按你東方國家嘅觀念，因為啊青島嘅西方嘅國家就感覺講，青島嘅係同期有4年都還冇結婚，所以我咧下就下唔敢結婚，因為我冇錢啊，我想。錢很東衝咗啦。唔過我想嘅，做啲先同期可能我感覺咧係挺好嘅事情。嗰個咧係另外一種嘅想法，就係講假設喺你可能經濟能力忙到做得結婚，因為結婚之前要4000多錢，嗰個係一種過渡期嘅感覺。其實都當到西方國家，德國有伴侶法嘛，法國沒有伴侶法，咩係按你嘅感覺，就是一種讓你可以不一定要選擇兩三年嘅關係，唔聽某一天嘅公婆，可能係伴侶互相照顧嘅身份嘅感覺啦，吼。嘅你講你咩按你知道某一天我結婚將會同期係冇？係啊，因為我設計知道看，我講應該用嚟講啦，因為佢冇安全感條位啦。我說我做同期，聽說愛結婚冇，我做咩係問號。因為同期愛結婚也真嘅唔係等於嘅事情，唔過我做結婚之前，聽說我哋先吃婚款啦。因為我感覺同期其實同結婚係完全唔同嘅事情。結婚算一種你兩三年關係當中嘅確定，就是你唔同嘅方式啊，來為對方負責任。唔過你同期又係另外一件互相照顧嘅事情，故所係完全唔同嘅事情啦。係完全唔同，同期過後係家先無共樣互相嚟挪啊，去挪比平嘅感覺。慢慢係做嘅生活當中嘅習慣啊，你係唔講嘅時，係互相來挪一下。係啊，假使冇挪，一開始就講到嘅就過去嘅感覺，會被刺傷嘅感覺，嗬。幾受風咧？係啊，係啊，唔講同啲嘅經驗嘛，嗬。
有哦，當到哦。3萬度係嘛？我要留同學啊，係嘛？我要朋友啊，前朋友啊，前朋友啊。哎呦，太情深。唔係啦，一講實在，我知道為乜嘅我有安尼過程啲嘛，唔認識嘅人就會有安尼距離嘛。嗰仔講係男朋友係嘛，一定會當假係嘛，你睇同期咧我張提講，私底下用嘅捋不不啦，走啦係嘛，到底係男士也係用白，你就會看到一目了然嘛係嘛。係正經。同期就係一隻互相了解嘅過程，要當衝嘅喂。喺有人可能喺嗰入副嘅時就做到獎獎，誰來做到董真社。呢個無結規則，規件多嘅就幾件三副獎呢啲。伊都不考哦，萬乃都垃圾。所以你就自己先結係嘛？佢會見上喺同期，喺頭擺有同期嘅經驗。結婚以前有帶強下，可是因為大家係娘家，所以其實咪不算什麼同居的經驗啦。因為我卡都還係有睇人啊，所以我其實冇真的體驗到嘅同居係2-3年嘅嗰種感覺，所以我知道冇買算吼。係，你一種冇買嘅算同期嘅白欠呢？因為我哋兩隻大強下嘅經驗，我最後吼，因為我嘅透露嘅關係吼，無限嘅時間是當無限，有限嘅時間是當有限，我會正常嘅有限嘅時間，我會去接去下班。再過來吼，下班之後，我會突擊去市場啊買東西啊，拿裝衣服下煮啊，強下煮啊。再過來吼，吃完東西之後，喺做啲散步去公園啊，看雪啊，喺當浪漫嘅事情咁樣。所以應該當好強下底啦。唔講你當定講。係啊，看起來當浪漫，唔過佢係恐怖情人嘅感覺。唔係啦。咁我等下大家家下講到嘅就係有同期過嘛，唔過同期嘅時間到底有哪條嘅必須嘅條件啊？觀眾們有咩想下？等下再嚟，你繼續來講了。你同期喺位度結婚，人家講你同期就同期，你一直等等到有時候見等還嚴格，嚴格又浪費時間啊。而且以前同期嘅時候，他們是有個抽屜，就是家用抽屜。可能大家年還是大家禮拜會不用弄底杯度，但是看自己的誠意啊。變成香的感覺。後來我買個天寶嚟，其中買個烤箱，跟 Angelina 付開始，我就把我的帶走嘛，對不對？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睇成功嘅節目現場嚇，加有講過自家有鄉下帶嘅經驗喎，唔過你下問大家時候，帶鄉下有乜嘅必須要嘅條件哦？可能有啲人係講，你交往嘅半年過後才會同期，或係你假使有共同嘅想法，爭做哋同期嘅，會見知道與同期之前有乜嘅必須要嘅條件咧？從我自家我係出社會開始做事，以後就同期嘛。喺我知道，從我是會考慮，比如講自家做得獨立咧，喺多事情做得自家負責咧，我就會去選擇同期。所以從我咪會老雙寶講，是係你自家個樣板應該你的，喺你做到樣板應該上圖嘅負責人，喺你是做得去選你自家想去搞嘅你的。係啊，咪每一天我哋結婚啊，每一天我哋強成嘢咧，係喺你自家想去講樣板嘢，你想好想清楚啦。給這個媽媽一個讚。耶！我記得咧，好後生嘅。真勁好，聽話聽話有個一條戲劇就很多廿幾歲嘅唔係廿幾歲，就係講吼，公德自神，莫公自省，因為生人嘅人就係佢設計，故所吼，畢竟真係要給你一個讚。給小鳳咧，唔知道嘅同期之前到底有乜嘅條件哦？我知道同期以前嘅吼，一定會有個心態就講，你係愛互相了解嘅時間。故所你要互相了解，故所你一定要接受對方嘅不完美。係啊，你總唔係講一開始乜嘅就好，後來真發現到一個唔好。應該盡量的去嘗試嘛，係冇去接受對方嘅唔好。故所你老配上癮帶鄉下時節，會不會有覺得，就是要享受這種不一樣的感覺？享受不一樣的感覺，可以享受這個樂趣啊，有冇？就兩個人在磨合，我們偷樂趣就磨乖，真嘅磨乖，這是這個樂趣，你知道？因為兩個人的價值觀磨共用，會帶來不同的生活。係故所。
某个唔抽也係樂趣啊，我唔抽啊。是啦，乐趣又兩個人磨合。人家讲啦，乐趣听堂佢正言講，唔真係看眼眼講樂趣就知道乖乖好。出餐飲嘅問題。阿祖顧講樂趣就冇事情。係嗌講啲冇事，唔過嗌啲小鳳嘅意思就係講吼，兩三年本單就係無窮樣家庭出世嘅人，故所嘅價值觀啊，做事嘅方法，天窗會有無窮樣嘅地方，故所兩三年大窮下，兩三年駕駛漢堡嘅行窮下，一天會包含啊對方老年無窮樣嘅做菜量子，將按做愛，無就係假愛，係唔係？嘅自然哦。我感覺同佢以前一天我有錢，懂設計呢？因為我感覺兩三年有經濟嘅基礎，我有穩定嘅收入，像我咧下就會帶屋企，我真係上千多錢。嘿，你真係帶我買嘅時候，票務嘅錢啊，水電嘅費用，還有買買東西嘅錢啊，真係要花千多錢。故說雖然我前面講同期老結婚係完全唔強嘅事情，不過我嘅觀念係講，我愛同期一定要將結婚為前提。不過安尼會唔會伴大家有種太壓力哦？唔係啊，你就係吃飯嘅意思啊，那係真嘅。你兩三年冇結婚啊，你同期做埋浪費你兩三年嘅時間，因為那喺交往以前有溝通好，真係同期嘅以前講好講哦，你同期愛結婚，愛用就好，那係冇講好，那同期到後來係一生年嘅事情嘅，係咪？那真係冇講話用愛在發財。你是他找老公啊？唔係，佢係先請好男朋友嘞，然後男朋友搞忙到一段嘅時間，就說我們要不要同居看看？但是這個兩個同期係，你可能未來係結婚嘅哦，故所兩下先來吃飯看下咧，係跟你講咩傾向想法係咪？同意自己嘅想法，係因為像第一呢，就係我知道我有共用嘅未來，還有規劃，聽規劃同重要啊，想法同重要嘛，還有聽嘅就係性格有合無，用上有合無。佢第三就係講下自己講嘅錢嘅問題，金錢嘅分別同重要。故所然後人我一般都會對兩三點有共識，這樣做的。係，我之聽說我有80分啊，85分應用，就做這做得啦，係啊。你想好好，你同期喺邊度結婚？人家講哦，你同期就同期，你一直等等有時候是見等還嚴格，嚴格要浪費時間啊。要壞做咧。等到變漏。不過有一個問題啊，有一個問題，你剛剛講話80分、85分，都但用版有量化。雖然真係看難啲，不過有嘗試用有個 check 的 list， 好，兩有做到5分，好10分，好。係啦，冇啦，要用對方啦，討論想法啊，規劃當中啊，還有一絲絲嘅時間，你其實都可以看得到。你同佢過後，幾多年有乜嘅規劃冇啊？有乜嘅規劃冇？嗰時候可能因為買乜嘅東西啊，要傾下嚟討論，但是根本要買名廠嘛，我覺得這個最好不要討論。因為我知道像結婚之前啊，剛才講錢嘅問題嗬，同期就有嘗試用3年，我買到嘅生活用品啊，這種感覺呢？係，因為你就又冇啊買結婚呢一個名分在那邊，又可以下同期嘅名分，就會一樣嘅時間，用辦嚟處理，就會看用啥咧。係，因為有的人有的人家嘅辦法，像我係黑啦，我記從以前同期嘅時候，他們是有個抽屜，就是家用抽屜，係，可能大家年還是大家禮拜會不用弄你不會賭，用它來賭錢，但是看自己的誠意，他們是。我覺得捐水箱的感覺。加上我喺度假設不假設我買個假天嘅，假天假設有天鳳啊，又係買烤箱嘅假設向下買，向下負擔。包妹冇結婚，我分開。如果跟阿總顧而家講嘅，買名廠就懂得人家嘅東西。我真係一三年買一陣，可能係買個天鳳嚟，其中買個烤箱，跟 Angeline 分開時，我就把我的帶走嘛，對不對？黑門就烤箱那底外盤子帶走，鐵盤帶走，我講嘅啦。家下講到嘅理解係有一個 check 嘅 list，唐講百強以前面有 check 嘅 list，跟你很用版來嘅同期以前嘅條件哦。我對方啦，都互相相處嘅時間，我唔會有 check list 啦。講真嘅，唔過吼，我感覺記得講嘅動作很對，因為吼，似像我啊，我感覺吼，兩個人相處之中吼，一定愛要相互面對問題啊，愛要互相負擔，生活當中愛自己錢共同來負擔啦。嘿，雖然哦，我從來冇唔識本來讓我這班付過乜嘅錢，因為我感覺吼。
记老爱强下带啊，已经冻辛苦压力动态，伊个压力动态，所以爱爱清凉浮潜啊。不过假使爱拄到吼，有一间囡仔系存心来白吃白喝。还是爱洗洗，嘿，俺感觉真敬重的。对啦，刚白强讲到，其实你就算无安做，唔过咩要记得是嘛？假使吼，你本来就想讲哦，俺就要上来拍佛啊，哦拍摄啊，省眼钱又眼钱，然后又带眼猥琐，俺那个男朋友真嘅做唔得，因为老家嘅分开哈假啦。唔过你下问到大家动态问题，假使你真件带强下。嘅有动态问题就严格，想草必备的时间，用解释来处理咧自己。我一天马上要讲清楚，就是你严格的动下就讲清楚。系啊，想草必备，日天会发生啊。唔係，因為我本身就唔會老人太細上嘅人，故說你嚴格嘅時，太部分唔會跳惡啊，還係跳太上啦。那部分那係對方真人輕惡嘅時，我係咩嚇軟弱嘅殺人啦，嚇溫柔嘅，就講他有個好容易被家暴。係啊，冇啦，我就會講我冇發現你啊，後來你就好好來講啊，因為太部分我嚴格成日講我非常嘅委屈，故說我就想去叫，後來嘅那係對方真人還係輕發現嘅時節，後我就想好，因為有啲人真人發現到。我現在沒有辦法跟你講話，佢要按樣講哦，係就好，啊我也冇勉強，好，嘅人哋兩三就分開，有啲企咧，除咗你再檢風，除咗你再檢風，係冷靜一下，嘅冷靜下了後，我就會問佢，誒做啲講法嘛。佢自己講到，青島人個人家尤其係公婆，又係情侶之間，人家時間不如嘅冷靜期，嘅冷靜期，知道對你來講，啲冷靜期最長都係綁到結局咧。因為人講講，像我以前嘅經驗，我講講，像我真經清欠嘅時節，就將我性感度非常欠嘅表達性感度，那機會了後冇講清楚，因為有啲人冇想講，你幾會想去散片，就冇結啦，就冇結結。故說呢，講清楚係一件清好嘅事，那係冇馬上結嘅話，表達性感度，慢慢嘅會有疙瘩嘅地方。係啊，性感度有種動肉笑嘅感覺。動肉笑就。最後會變成青苔嘅問題。對，那個可怕的種子會發芽，會累積起來嘅啦。冇錯，後來就分開來，你話唔係嚴格，係真嘅分開嚟。真嘅，介紹風咯，要不然有老不用草絲嚴格。我知道咩吼，呀，後生人就會後生人啊，向決心嘅啦。阿爸就係阿爸。唔係，要有原因嘅，有上司咩吼，嚴格咩吼，想我馬上講清楚嘅後生人，因為伊喺度寫嘅係乜嘅？一個道歉啊，一個解釋啊，就按簡單聽聽嘛。唔過像你安尼想係嘛？沒。你聽阿姐，你就一定了解嘛，嗰樣嘛。因為你可能自家啲老闆成分有動到嘅壓力，有動到事情面對了後咪好，當下吵架咪好，一上演心泡泡嘅。唔是馬上我老佢講清楚，有陣時我們需要的係一個空間。錯嘛，佢聽阿姐。錯。你肯叫阿姐做乜啊？佢等下肯阿爸。就一個空間啦，有陣時講唔加講，做啲綁結床，還是到2-3年就行做得。2-3年總叫呢？總叫啊。總叫呢，後來就唔記得會乜嘢嚴格咧，你就唔會記一件事情就唔記得咧。因為有陣時嘅嚴格，冇需要一定要分對鬧錯。唔係講一定要對鬧錯，唔過一定要係講清楚，要討論下。時間蠻多，以後已經唔記得。係啊，我衝動到家庭嘅2-3公婆嘛，可能50-60歲以後咪好，有陣時已經互相給的空間大到什麼地步，就說哎呦，你很帥嘿，你很上山，很跳衣嘿，就哎呦。原來你啲服靠我老動出去嘅，你知嘛？就空間大到這樣子，我講，隨着時間給的空間，把見來見太。我剛剛係男士嚴格咧，缺咧啦。係啦。顏色嘅問題啦。係顏色問題啦。沒有熱情了。做得嘅咧係小事情，係嘛？唔是冇乜咁好吵嘅。其實小鳳咧係咩係一種嘅嘅方法，假使吼，像家子樣，我根本就係老人吵，聽講要去老人分開，係唔係？我冇按啊。真嘅要按哦，唔過你下，你先聊下，等下再來繼續講，你同佢家下遇到問題，按樣辦來解決，韓國同佢家下冇卡嘅事情，樣辦來分配啦，先聊一下。我只是因為安尼哦，看見他按好哦，我是喊動按。
是跳跳轻机染架，它应该是水手那一只东西的调机。哦。系，它后底机闪动架，因为调机后机是灌门嘛，它门是一只孔。哦。这东西让门打烂一只孔。嘿。对，都是因为跳一只孔，故事给没有跳一只孔，那个孔一直都还在。给留等，给留等。欢迎大家都做嚟后上太上公嘅节目现场哈，假如讲到你大腔下可能有没有可能係一天會潮濕，一天會人家，假是對啦人家用板來嘅嚟理解。另外是 Starbucks， 韓國有限爭來了，最後爭來了啦。無人因為係迄個李志憲非常容易團體經營，因為像頭擺後眼會變下門就出去嚴格嘅時節。哎呦，你講快呢？門啊變啊就出去。係啊，韓國啲炒蛋嘅時候會嚴格啊，咩係下茶離開，切格嚟抽幾樣茶就這樣行咧。哎呦。係，故說每次都呢，離開人親個交通係較好嘅方式，因為有常是因為啲李志憲斷掉嘅時節啊，伊唔啲會講乜嘅事，冇講乜嘅話，韓國欠嘅事情會講一定會欠發，有常是講出來就東南個轉過來啦。如果你按用離開啊，親友誼，對方就講 OK， 拜拜，繼續拜拜。說安尼咩好，安尼係保護她男朋友，對，送開。係啊，故說每次都先離開人親交通係非常重要嘅。故說兩面係一種結嘅方式，就係講嗌做動下可能真係會禍從口出，你就在氣頭上，你做嘅結天都係無對嘅結天。故說你家嘅方法咩提供俾你電視機條前嘅觀眾朋友考慮下，也不是說一定要用這種方法，你係有兩種選擇嘅方式哈，可以費勤用板來處理咧。我頭擺佬至於頭先講嘅孔用，是係人家一定會超出結果，係冇結果哦，是動乾苦，很好乾苦嘅是係經過了一個晚上體驗造型，看佢汗水厚厚，是很好乾苦。對，我只是因為安尼哦，看佢汗暗厚哦，我是很凍壓。是跳跳輕機染架，它應該是水手那一隻東西的調機，係它後底機閃動架，因為調機後機是灌門嘛，它門是一隻孔。你這東西讓門打爛一隻孔。係，因為跳一隻孔，故說沒有跳一隻孔，那個孔一直都還在。給留等，給以後有用。係，警惕作用。以後就跟老公說，還記得冇？不要給孔哦。因為它孔機它厚厚啊，所以應該是想話輕機超出一隻結構來。係，不過該係30歲以前，是把李志憲斷掉，實在頭先李家孔有斷光光。他30歲以後呢，我們的阿峰爸啊，他就非常了解，是人家嘅是這兩三件事係冷情，唔好講話係唔好講話咪唔怕，是分開來先冷情，冷情了。有30歲嘅條內嗬。因為你理智線斷掉，係啦，理智線斷掉，你理智線1秒鐘就變。他咪離開人親交通啊。裝聾作啞。好，謝謝。好，謝謝。好，冇喺談到，嘅白鴿用乜來處理那個染架事情呢？我知道就而家研製老師係建議染架，建議結束，然後至於講嘅強容啊，因為我咁講吼，做得解決嘅問題是夾夾解決，做唔得改良時啊，做唔得解決嘅問題是先解決性侵、互相嘅性侵情緒。像係我嘅夥下我兩下順服。甩鍋嘅鍋下東西，無論兩班人是會看到對方啊。係啊，係我係嘅黏 T 嘅人啊，我想嚟撈對方講話啊，所以我就這個動好嘅方法是係，假使吼，你到吵架，你到染架嘅時間，你是會逼自家去做你自家唔想來做嘅事情，是像係我會去硬一下對方。哦，男機。係男機，還係劍機，係。安樣是做對咧，完全冇事情了。因為吼，相思唔係問題，唔係事情嘅問題，係因為彼此的情緒沒有到一個平衡點。係啦，故錯，人咪係懂難去做，明明就懂劇，還係男機，又要劍機，男下去能用嘅晒。就剛才在大學照片，這標準的從頭大從衣服。那咪就感覺哦，唔是嚴格嘅啦，係冇？就想到講哦，你親愛對方啦。係，它是一種讓你馬上臨時嘅情緒就
倒落来的一种缝法啦，就某一个镜头在气头上，不然你们就会做出后悔的事情。嘿嘿，刚下有讲到，20年代乡下本来吃毛腔家庭的20年代乡下，即天不有习惯嘅无相同。大家来讲一下，最受不了、最拄唔掉对方嘛嘅奇怪嘅生活习惯，自己先来讲。我最拄唔掉对方嘅衫褲啊、褲嘅啊、襪嘅啊亂跌，因為我看過哎呦有啲惡做嘅感覺，我要請老公衛生紙、垃圾亂丟，因為有啲人可能用睇就不用順吼，用睇就不用用吼，想講等下張得睇。實體嘅東西不用順吼。嘿，唔過我講講垃圾就會。轉去家己屋卡就係垃圾桶，但係垃圾冇轉去垃圾桶，跟家己間房就係垃圾間房。嗰時呢一定會將垃圾丟到垃圾桶。不過我係愛掠下，因為你冇統計嘅話，我咪去講佢講，你一定要整理下用辦，因為家己間房要自家負責任。係。嗰時候大家同接上遇到嘅問題就係生活習慣無共用，尤其係衛生習慣無共用，你講咩啊？其實我自己差唔多，唔過我較貼切嘅腦型嘅東西就係我動腦呢就偏人啊，係個冇細聲嘅時間，含作物嘅上面床，係知道也係動。但知道一賣動出唔掂喎，唔過喺講23年後冇細聲，唔過偷聽乜嚟要做地個，古上嚟做上面床嘅時間，聽錯愛先老乜嚟偷聽。我吃素一下。吃素一下。其實我每次老年講，那係還冇細聲，除咗我背啊，做到轉屋卡了後呢，咱來牙嘅屋卡牙嘅間房嘅時間，就直接坐到牙嘅面床當中做唔得，可能買一天偷聽，那真品愛坐一些要坐在床尾、床角、床邊。唔過我愛去家去騙人嘅屋卡嘅時間，我就會直接坐。你那雙重標準呢？冇啦，我當禮貌，我問過好冇？我還有一嘢就係我動腦騙人啊，係講去騙數嘅時間，無留嘅馬桶蓋啊撿起來。你做按用動學做，因為騙數禮拜都出買牙刷嘅啊、面拍嘅啊，係講無留馬桶蓋撿起來沖水嘅時間冇撿起來，動到細菌吼，就會照出來感覺唔掂喎，係啊。你係咪愛用呢件事嘛？不蓋也會有細菌，好不好？我聽說愛蓋，其實我也冇蓋。感高的意思啦，你自己的。那真緊，那就本應研究過吼，那地圖嘅細菌吼，假使你冇來撿起來，黏死佢衝到你的牙刷上面。唔講那係個偏手嘅，就是馬桶在這邊，唔講你沖牙齒除咗牙片，沒用啊。用，你不要小看它，它可以飛3公尺遠。廁所都一樣。我說聽說撿起來，因為撿起來佢就會到馬桶蓋壓逼停。不會太悶嘛，一打開全部跑。嗰種你沖水加它，我幫你停2、3分鐘，給它讓它的水已經冷靜下來，你再把那個冷靜下來。而家好冷靜。如果這樣幫你打開，不過兩面係一種本來都生活低度嘅習慣，伴對方影響過後，喊擺2、3有強勢，就會知道哦，我馬桶蓋一定要蓋。咁麻煩啊！唔會麻煩。好麻煩呢。所以我真麻煩各位啦。如果想看那迄個牙刷嘅，攞啲馬桶水強下來洗牙齒嘅時間，你就想要對，以後就想着我洗的是那個馬桶水，真嘅，你就會想要蓋馬桶。好。跟小鳳咯，來啊！我講到我要存的時間本來講好冇？都唔得。冇啦，就講啊，不用就講佢每道愛煮菜，嚇煮啲烘菜買凍到東西嘛，嚇，個菜煮好就用一些些的嘛，像佢把煮嘅焗烤飯，焗烤飯我用奶油嘛，買個鬼條嘅哦，就用一些些的聽，嚇，然後焗烤飯煮得以後，存的奶油就不用冰箱，啲東西冰到冰箱了後面嚇就不關件事情了，你知嘛？冰到半年以後，佢又要再個煮，佢又再個買，因為有2條，非法哦，我講，係較多東西啊，全部就啲東西冰到冰箱面嚇。就囤起來，嗰還有就講買那個間房咪吼，佢起那行工就低，嗱看那鼻嘅就低嘅。佢家下有去陽台，因為陽台有得鼻嘅。哦，佢家下有沙發坐過。不用都奶。我看我不用痛到鼻嘅，你就可以追蹤我老婆的行蹤。跟小鳳屋卡事情有蠻分配咧。我煮菜記4份，佢煮菜。咩記4份？我公平啦，好啦嚇，還有就個讓他老小朋友洗澡嘛，我就會衝電門按摩嚟講，
你要爸爸洗还是妈妈洗？妈妈洗好不好？啊，好，然后妈妈洗。对啊，跟人朋友没有按的嘛，爸爸洗好不好？好。嘿，有场是他工作比较累，佢要夾滿我係小湯圓講，爸爸洗好不好？好，他要你洗，你以為要你洗？佢強調，不過講老大老實講啦，家事真嘅係我本用做較多。嘿，但是就因為含迄細貓的標準較高啦，其實家事真的是他做的，唔過我沒有負責啦，我出錢啊。哦，好啦，做對啦。啊，你就做對啊，你就有公平嘅，有公平嘛，啊，有公平嘅。誒，白欠咯，我卡事情都但用辦來分配咧。我感覺吼分配嘅我下嘅事情要主動嘅分配，假使吼被動分配吼，被動分配，但是唔係不算一個家的感覺啦。我感覺假使吼兩個人全就吼維持自家我下嘅搶理嘅習慣吼，是會自然看到某個地方啊就惡做啊，某個地方就垃圾，是會主動去打掃，唔係一定會馬上去做啦。其實講你按的咩唔錯，咩冇唔錯，就是講，我卡係太假嘅，唔係愛帶，唔係就算是名字上是我的，而且係愛出錢，咩唔係講，呀所有嘅事情都係愛負責，係所有嘅事情都係愛來做，跟你來做嘛？然後你聽他到底做嘛？你不是房客你不是那個去旅館待嘅人你聽他待嘅人哈，故說用辦來分配物價嘅事情，韓國待聽他有嘛嘅好老快咧，你等下再來繼續來講了。兩三日會嘛間題嘛，因為兩三日，你喺講老爺話向下帶半夜就都唔係同太上啊，係冇乜吵到佢啊。聽起來乖乖呢嗬，寬天師啊，寬天師都唔係同太上，搞 PS4 都唔係同太上啦，係咪？會見啫。我啲寬天師，寬天師中年人，做嘅世代朋友啊，也係未來結婚嘅人，向下來同期，無太人哦，因為係知道無太人哦，因為你做啲無太無色咧。冇啦。歡迎大家都進嚟後生睇上個節目現場啊！假如講到你向下帶時，上司會遇到千多嘅問題，我兩下我問大家，頭擺統計，應會係統計，到底係兩年時間，還係有其他人帶向下咩按照統計咧嘅質疑？像我以前嘅統計係感覺有老喜歡嘅人帶向下就算係統計，像我太好嘅時間係人嘅姐統計，姐。不過呢，嗰陣時因為係做緊我買票嘅，嗰時候嘅嗰陣時眼票咩買，有啲時咩來向下帶，跟後來我跳研究所嘅時係我自家做緊我買票嘅，跟對方咩要來我有啲嘅時間統計，跟呢下呢冇統計，係你自家帶，你自家屋企老爸爸媽媽帶。哦，嗰時候頭擺上司對方會來兩片帶，唔會去幾片帶，有交換宿舍嘅感覺。冇錯。跟你講，你知道咧統計到底係兩年時間，還有其他嘅方式？係頭擺係老同學向下統計嘛，唔過我知道同學嘅出嚟做啲互相嚟照顧，就 TPK 費。唔過未來呢，我知道統計就係老自家中年人，做嘅世代朋友啊，也係未來結婚嘅人向下嚟統計，無太人哦，因為我知道無太人哦，因為你做啲無太無色咧。冇啦，因為之後係有太人吼，就會我自家會知道懂無吃菜啊，就會見對方嘅牙嘅強用啊，就唔會做自家嘅強用，就無吃菜感覺啦。故說我之後統計聽錯係兩三年嘅時間，兩三年時間好朋友咩做唔得？係好朋友還做得啦嗬，有啲時間哦做得啦嗬。哦，就係一種現在懂流行嗰種，懂時行嗰種家庭式套房嘅太個地方，就係好朋友啊，可能其中嘅列套房是情侶，其他雅房是單身的好朋友，按呢就兩懂時行按呢情侶。跟小鳳咧，我知道一定係兩三年就好誒，係啊，總唔得有乜嘅老爺。有半年呢？半年嗰時。跟冇強用啊！我已經結婚了啊！從啊，因為我知道兩三年會嘛間題嘛，因為兩三年，你喺講老爺話強下帶半夜就都唔係同太上啊，係冇乜吵到佢啊！聽起來乖乖呢嗬，寬天師啊，寬天師都唔係同太上，搞 PS4 都唔係同太上啦，係咪？會見啫，會見啫。我啲寬天師係同太上，最多因為有爺話啲福卡咩嗬，而點解？做嘛事情踏實踏腳，係嘛？你都攞把做事已經戴一張面具了，回到家裡，係嘛？還表唔快啊，你就懂聽嘅，錯嘛？兩三年，明記，錯嘅，背景人跳擺大每家嘅感覺形容版，
其實讓阿峰爸講解講用，就是不要有你用啥？點解富窮上開是錯嘅？即係唔好有其他人啦。我未看電視睇台上，我係因為我知道誰來人啊，去到誰冇人無卡，肯係從人客用，肯人肯係幫人照顧好，肯服侍好。可是誰冇人到誰來人無卡時冇空用咯，是會有限度瑞拉了，係是會有壓力，所以我知道同居時真是兩三人帶強下。請緊，然就不會有一方變成仙度瑞拉的感覺。好，第二個問題是剛剛講到安度吼，你知道帶強下嘅好，帶強下嘅壞，到哪一篇？白橋。我先來分享吼，呢個身為漢網結婚代表嘅話，我感覺漢網結婚，不過強下大概9點鐘啊。像係污水啊、水田啊，做得除以2，經濟嘅壓力唔會安泰，他就做得互相排解那個寂寞感啊，他就乖，不過他就缺點啦，強下大吼是像缺點就。想唔到。比如講，外地假設像博謙這種人，佢就冇想要結婚嘅人吼，假設帶跳球就會開始想，廿冇叫啊，我講，馬該時間要結婚啊，可能另外一半就會暗示他鑽戒呢。係啦，你為你強下大當球啊 ，maybe 可能啊，對方會問你啊，我哋要做得結婚麼？哦，你講做得，還講做得，全唔錯啊。你嘛該做得係唔對嘅。你講做得係唔係因為你唔愛佢，係因為你還冇準備好。對，係啊，都敏感嘅發題。總得凊彩去按用大音。係啦，你不要一直在強迫佢啦，給你時間知道咧。我感覺有優點嘅有缺點啦。像優點嘅話，應該係講，你同佢咧好將做啲真係去看到對方嘅習慣，去了解講，對方嘅缺點係哪一片，有哪一隻缺點。後來我就啲講，以後你生活嘅時間，做啲包容對方嘛，做啲相處好嘛。佢缺點然後最大嘅就係老不卡人，自家嘅家人相處嘅時間會變到較少啦。係，還有一隻缺點係錢嘅問題啊。經濟上嘅冇唔錯，因為我漂泊嘅錢啊，水電費用從我哋下大部卡就冇按用嘅問題啊，係冇。不過那係同期啊，我感覺做啲互相嘅負擔，就冇感覺壓力安太咧。強人嘅題目對於北強來講係好，對你來講就係壞，因為你下大部卡佢笨蛋就帶5倍，故所佢假使有人帶強下，咁幫我一起 share 嘅感覺，對你講係好處。不過對你來講，你會增加你嘅負擔嘅感覺。嘅理解知道咯。其實我自己嘅想法差唔多，就係優點嘅做啲當家，就做啲人情另外一半輕用嘅嘅人，一個優勢下冇，一個模式下也係愛保用嘅素材，就做啲家啲講，結婚以後啊，就做啲按用減少按用嘅傷害啦。不過缺點我都知道，咪係錢嘅問題，因為啊。雖然講呢，係講結婚前先來吃婚困難，不過未來嘅事情真係都難講。係講婚書嘅話，當到嘅生活用品啊，也係當到東西啊，可以用嚟做婚批，可以用假散點。係啊。像剛剛外面有講到，唔過我設計經驗就係講，先拼好勢哦。基本嘅你強下出去了，好，當主條外牆。按部條就揾人咯，見面去看天壤，天壤漂外牆，唔過食嘅東西等下食飯就唔來搶。小鳳，我講乜嘅？啊，我要發我講嘅幹唔該？想要批評我是嗎？我係吃到黑啦，冇唔錯，因為上次有種條件我拼好嘛。再講種兩三人帶強下做用人點嘛？兩三人帶強下就對講，家人就知道講認識對方嘛。唔過我說還做對講，還較了解講。兩三人做得有共同的目標啦，共同的方向啦，這樣子兩三人才會行強路啦。不過我又知道有講講獨多凶案呢，用辦。我嚴格沒好，一定要24小時之內解決沒好，可能100、200冇問題。長久之後沒好，啊你磨合久誒沒好，可能就磨不了合誒。古松就冇老你帶強下。啊你講咩黑啦，安之姐吼，謝謝。什麼？嘅回傾你知道吼，帶強下吼，有乜嘅好要快出到優點咧？
我是都是讲你真是要结婚，你考虑要结婚咧，刚刚是都大强下，你是提早去适应对方嘛？对方你是自己有嘛个习惯，还是就可能做事情个方法，你是做得好家。就是经过那个磨合期，他係講可能好唔好嘅，未做呢個好唔好啦。另外一方面是你要想到嘅是係，你既然家庭要大強下，喺大強下是係話要動到問題。咁呢啲問題是係唔係講從你頭擺一三年停咯，你是變成要兩三年強下去面對。係因為吼，喊擺強下行強下，係你用啥？唔係爸爸媽媽。你不可能跟爸爸媽媽白頭偕老。係啊。冇可能，只有顧你生意。古時候用班來選擇，老人強下帶嘅另外一班。虽然不一定會是以後的老公老婆，不過慎選這個另外一半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啊。不過咧，還有一個問題哦，問猜錯為你嘅爸爸老媽媽兩三年都有妹嘛，就飛平有兩個妹，給小鳳兩個妹一個嘛。假使你兩三個妹，喊擺老人講媽媽爸爸，我係老婆生年強下帶。用咖塞。哎呦，媽媽先來講，我覺得爸爸會比較心痛。媽媽先講。我知道，我認為啦，做得啦，是係因為同居做的，可是它的前提就是很多事情你要走在自家負責任咧，淨係走在自家負責任咧，跟你是去同居。還有是係我老佢講過啦，我老雙寶講過，你20歲以後才同居，因為我知道係我知道20歲以後是係你好比較成熟了，還好多事情你係淨係走得到咧，跟你是20歲之後走得咧。可以了，20歲我覺得還太慢嘞。重點是係我知道，時間你一定要自家走在附近嘛。韓國了是係做唔得老愛頭擺共用，韓大無卡嗰種形式嘅同居，因為我知道嘅好多事情。係啊，你可能有問題咧，其實還有2-3年去面對。係。那爸爸心痛一下。而家談到20歲未學嘅，不 L 血咯，20歲就盲胎嘛，嗰陣講人家講也唔好嘛，幹什麼？同居沒有保障呢，冇保障啊，冇保障呢。女生要學會保護。冇，而家又冇偏好講要結婚，也冇結婚嘛。那以後講愛婚就婚呢，古時先講好就做。係啊。跟翻嘢講要成康呢，係嘛？跟嗌啲也有古早愛報夫妻假。反而要成康嗌啲撩到嘅啊。就像眼毛會按到係咩啊？嗌種醫生先聽做嘅，起碼太后邊間幾多歲？醫生，唔4號誒，就出社會加2年。24都拍做唔到。人家雄心養魔誒，研究所冇咗博士畢業後誒，冇啦看啊，看而係那個心結，哎呀，反正我就知道時多時講啦。爸爸你嘅其實吼，爸爸老媽媽嘅想法真係冇，佢講唔管用辦嘢，都係按你嘅聲音吼。帶強下會遇到千代困難，如果帶強下之前一定會參詳2-3年，喊擺遇到困難，我用辦嚟嘅韓國我盡速推廣。報夫妻假，就係最正確嘅方式。下禮拜，今日嘅時間，我哋會繼續嚟收看《香港太上宮》。